富这样，一条看5个月买一条 T 恤，他还站得好像国父。盖妮娜，还有一个拜登站得好像新加坡的来福士。盖妮娜，他穿到盖妮娜，我跟你讲啊，这种人啊，你不是林北，不是我看衰你，你是没有用你没有用到5盒。你买1盒，林北已经跟你拜了，林北都跟你跪下来，感谢感谢 Johnny， 你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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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你呐！你看到现在播出去卖到现在没有50盒，还说他下单5盒，5个烂呐，5干巴5，还有脏话，你看他高尚脏话摸奶像，脏话有摸奶啊，摸奶像。你那种人，彰化人下单应该超过1000盒。林北现在新加坡500多万人，现在有2万人在看我。林北竟然到现在卖没有50盒，我的干啊！真的干你娘个！去个人下衰啊！那我不会听啊，下衰我不知道你们台湾人会听吗？台湾几时卖没有？台湾下个礼拜我才卖 T 恤，控感的 T 恤，我只有限量版，好像是300件、500件。因为你们台湾现在我一直在连续怎样去邮寄。原来你们台湾有一个是这样你们订了，你们要去 7-Eleven 固定，好像台南你是靠近那边台南的 7-Eleven 来，而且你们是去那边才还钱的啊。如果我寄去那边你不来拿，我不是死。我觉得这个生意很难做嘞。我现在在找你们还了钱，我们才邮寄去你的家。这样会比较妥当。他妈的，如果你玩我，他妈的我要，结果我卖出去500件，他妈的我台南放、台北放、台中放高雄放那边放、花莲放到全部500件，我放出去500件放到完，结果干你娘499件没有人拿，只有1件有人拿，林北不是死，不可以啦，这个生意不可以做了。我们新加坡是马上，对不对？台湾又那么大，他妈的，我不是白跑了。林北从新加坡邮费寄到那边500件，台南 7-Eleven， 台北搭什么路几段，全部很开心，500件卖完了，所以他们要去 7-Eleven 那边拿，还没有还钱呢，他们那边拿货才还钱。他妈的，如果你499件没有去拿，林北的姑姑，林北不是死，是不是？没有，这生意不可以做。我现在在研究，你们还了钱，我们才寄过去，好不好？我下个拜三我会宣布，好不好？彰化真的有摸奶像郭建言真的吗？彰化真的有一条巷叫摸奶巷，我知道马来西亚有一条巷叫二奶巷，我就有听过你看啦，这种啦，我们那些朋友拜托一下啦，帮我支持啦，好不好？妈的，你们一直捉弄我，每天跟你捉弄几个月了，今天来support我一下。我新加坡现在还没有30多盒而已嘞，他妈的已经跪下来叫你们求你们，20多万人，2万多人，他妈的，妈的，哎呀，有买有没有买不用紧了，做了堵烂了，有历史意义的摸奶像。连我去到那个摸奶巷，我看见女孩子我就可以摸奶是不是？是不是？真的不要捉弄我了，真的吗？他们真的有真的有摸奶巷，连我去到那边看见女孩子我就可以摸奶这样干你那我不可以叫我太太去了，我太太去他妈的一定被人家摸到内衣都松掉，不可以。摸奶巷在隔壁，你来，我带你去摸奶。彰化也有摸鸟街。我来干你娘！摸鸟街，哎呦，我不可以去了。彰化有一条叫摸鸟，干你摸鸟街，我不可以，因为我太大，我的太大只不能去。你1只手摸不完，你要2只手怎么的？我的干你娘！你了，真的妈的摸鸟像面胶，买虾米
彰化有摸鱼摸奶像，真的没有人说有嘞，啊，真的吗？真的、啊，摸摸开，真的有啊，是吗？对对对，马来西亚真的有二奶村，我知道，好像在怡保，我知道。他妈的，哎，对哦，所以老朋友，我在新加坡老朋友，不要再complain林北了啊！林北最后一样忘记啊！新加坡最出名的是什么？麻瓜，麻瓜是不是很普通？在新加坡很普通的，我觉得很普通的，对不对？吃麻瓜，我觉得在新加坡的麻瓜，你要吃到鸡肉的麻瓜就没有那么容易。而且这只鸡是听音乐长大，而且这只鸡啊是听莫扎特的音乐长大，而且这只鸡是在睡冷气的。林北没有讲偏话，你们可以去YouTube 搜寻那个奇凶的奇祥鸡，你们搜是奇祥鸡，你们去 YouTube 查一下，是不是新加坡有这间公司？它的鸡，这一间的鸡是听莫扎特的音乐长大，而且它是喝那种鸭口叫什么呀？鸭口华语叫不懂什么菌啊，什么卵啊，我不知道。鸭口叫什么啊？益生菌啊！我太太说益生菌啊，我不知道她讲的对不对了。益生菌，益生菌，所以这个八卦，这个里面啊，这个是一包啊，你很容易的啊，来喝这种长大的，来喝这种，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台湾叫什么这种，这种，这个鸡是喝这个长大，听莫扎特的音乐长大，我不骗你的，它这样一包，这样一包里面有几片啊？我要算嘞，它有几片啊？来很方便的，来里面有哇，这样多片啊，来1片、2片、3片、4片。5片、6片、7片、8片，有多有少啊？又方便，很多片又方便，咦，押韵嘞！1、2、3、4、5、6、7片，又吃又方便，对不对？所以啊，乳酸菌是喝乳酸菌长大的，所以大家说里面啊，这样一包，你外面是19块，你们可以看了。鸡胸的鸡啊，鸡肉这个八卦啊，鸡肉八卦。鸡胸的鸡肉八卦是骗不到人的，外面 Internet 是18.9块，我不骗人家的，一包18.9块哦。我今天也吃给大家看这个八卦，很方便，你这样拆，你又不用弄到整手油，来，一咬就断，甜甜。但是我八卦我喜欢吃超大的，来，多么方便，又甜。比猪肉好吃，但是鸡肉会比较贵啦。你们买八卦他妈的过年是不是1 kg 鸡肉最少要80多块？不可以骗人的吗？猪肉就50多块，大家都知道的，好不好？猪什么东西啊？所以大家这个八卦记住啊，这个八卦一包外面是18.9块。今天我跟你讲。老板要钱不要货，老板今天要钱不要货。如果18、36加18，是不是54块？啊，54块还包哪？3包哦，只有50包而已啊，听好啊，八卦听好啊，一包是200克，里面有8片，听好啊，3包只有50套而已啊，3包只卖38块包送。3包啊，笑诶，3包啊，来得8的啊，给当什么？来，这个整包是不妨放在里面，它有 zip 的，只有50套而已啊，50套而已。我们只有老板跟我讲，他剩150包而已，马上下单，38块啊，笑诶，皮卡老晒啊，来吃光了，放进去，多么方便，来，又不会，来，这样方便。38块3包，大包，来3包大包，大包30块，38块，今日你无买，互你38块，互你买表着楚楚，38块，3包38块，互你买表着楚楚，内底几块？内底8块，3包，外口人咧卖54块，恁爸今日只相信
爱头家爱钱，卖回啦，拢总该冲出去啊，拢总该送出去啊。3包爱你38块包送货，38元包送货，马上下单。我每次说多少就是多少，就是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哦，只是真的啊，只有38块。来，8块啊，来，哎，拜托，空的灯，林北这个卖鱼哥今天第一次出来，我老婆跟我讲，现在才卖40多盒而已，才卖40多盒而已。朋友哎，你外面也是要买，倒不如每次你看我支持我一下，46块，46块。来，台湾的朋友来，台湾的朋友看过来，台湾的朋友看来，不要再摸奶像，没有摸奶像的，不要骗林北。Andrew， 林北下单了啊 ，Andrew， 你买给林北先了，最后等一下你们给我买的人啊，你跟坡小递我的名，帮林北宣传。Andrew， 你在外口买，你本着吃这画饼，看你哪阵买十不小八的，你十不小八的啦 ，Jasmine， 嘛，这个肉干的几岁了？干你哪啦？阮这个问题几岁了？换下西啦，王发是不是马来西亚那个王发？干你哪！这个鸡肉是用公鸡做还是母鸡做的？你他妈的这种问题啊，每次要问这种啊，每天都有这些无聊的。昨天最无聊的是什么？那个雪糕可以拿去微波炉退冷先吗？他妈的这种话你们都讲得出？今天我在卖肉干，他的问被这只鸡是公的还是母的？干你哪！我跟你讲，西北堵人啊，做了。哦，今天下单，明天上路你妈的路还上路？莫扎特现场弹吗？他问林北，台湾人问林北，我说听莫扎特的音乐长大。他说莫扎特有没有在现场？有啊，有。我跟你讲，guarantee有，因为现在7月，莫扎特也有出来。死的不是拢等人嘞。死也不死的按摩嘞，看你娘我的，妈的，莫扎克有没有83790088一样？对，一样88啊，门经啊 ，Ready one night, one high, one price more than $10 is a lot. Can I you better？ 门经我不会看了，英文我不会，林北不会，好吧？什么东西？脏话。王雷，彰化真的有，真的没？彰化真的是有摸奶像啊？那我还不相信呢。我怎样去相信他？他等下写一个摸奶像，另外一个写摸鸟像，连摸鸟像是有没有？妈的，等一下又多一个字摸像，妈的，你们啊，台湾人啊，他妈的不会讲啊！我来自台湾，很死你，高天文。加油加个懒呐！他们每个一直捉弄我，一直捉弄我。2万多人在看，卖没有40盒。看你那，你北真的是西北下水了。唱赶您娘的有这首歌没？彰化真的有摸奶像，我不知道嘞。你看他写摸奶像，下面写一个摸鸟像。台湾朋友。不要看林北阿北啊，好欺负哦！不要看林北是没有去过台湾哦，林北台湾是很多朋友啊，我跟你讲哦，哎，很多名人林北都认识的哦，我跟你讲。还有呢，来，这是胡明，来，这个王八蛋胡明有没有？胡明写什么？脏话摸奶像，摸鸟像，看你娘啊！林北骗我这种外地人呐、啊，有没有？有没有？来，有没有？摸鸟像有没有？看你娘个嘞！我怎样相信？我怎样相信你们？妈了，你们不要！我没有做了骡子真的有啊！我相信骡子，其他人得不要每个人。Kelvin C 买月饼送嫦娥和太阳饼，加布加林蒂。买月饼送嫦娥，你要不要？连吴刚都送你了。看你那这种人啊，看你那每次我不要开播了。明天我跟你讲，你们今天捉弄我啊，
我下来我要跳到下个礼拜才开播，明天是有唱歌。少糖的月饼。有啊，这个不会甜的，这个不会甜的啊，这个月饼不是很甜那一种的。没有我的月饼，我不会讲骗话的，马来西亚朋友不会说甜到很甜，都不是那种很甜那一种的。OK 嘞，给我觉得我不骗人。有的人糖尿病哦，我这个还 OK 嘞。这什么？有人写什么？什么？曼嘎啊，曼嘎！我跟你讲啊，干你这个人啊，林金龙啊，曼嘎、广敬堂，林北的兄弟全部在那边啊。林北跟你讲啊，曼嘎那边，曼嘎、广敬堂对不对？林北是在那边烧香的啊。去年我林北跟志伟有没有做歌台对不对？干你干嘛了？林北谁捉弄你啊？林北叫曼嘎的兄弟啊，去那边砍你们啊！曼嘎的兄弟，他妈的，他以为我是外国人呢，干你娘！然后他来欺负我，他说彰化有一个摸奶巷，他妈的摸奶巷，有去那边看见女孩子就可以摸奶。我 OK， 有人说真的有摸奶巷，我 OK。他妈的还有一个什么？他说彰化另外一条街叫摸鸟线，摸鸟巷。他妈的，是不是欺负我这种新加坡人？他妈的，来，叫曼嘎，这个是我们的好朋友林金龙。我去那边，我去年过年啊，要过年的时候，几年的26年、25年，我有去过那边进香。哦，连志伟的朋友，真的，来。还有吗？彰化庙口看你啦！庙口不是在基隆，那庙口不是在基隆那个夜市。看你啦，鸡巴耶！每个人，那台湾人啊，我不可以宠他们的。那他们台湾全部看我的直播，全部学坏了。他妈的，有卖金子吗？谁你单？你看看呐！林北在卖月饼，台湾间有卖，林北有卖月饼吗？卖金子吗？啊你正确叫做摸乳巷啦！干你娘摸乳巷跟摸奶巷，一个天一个地啊！干你买几包你才唱大悲咒，笑话7月嘞！你别唱7月大悲咒，今晚我家不是全部来找我啊？每个不是来我家，他妈的用脑啊！7月可以唱大悲咒，他妈的，台湾人全部学坏了。一开始的时候，那些台湾人很客气的，现在你看，那还有，你看有人做那威廉林啦，彰化甜奶巷，你们台湾跟我们新加坡不一样，你们的奶是用来甜的，我们新加坡是拿来吸的。拿来甜，奶拿来甜，你不会拿给你别用啊？甜，可以唱往生咒吗？干那领导咧死人咧，唱往生咒，对不对？彰化金马，干你你偏偏别不知道金马在哪里呀？啊你还有什么摇奶，鸡巴。摇奶像闻出来，哎呦，台湾啊，台湾，他妈的台湾，他妈的，我现在如果去台湾，一定被人家砍死。我去台湾不懂会中枪吗？哦，砰，中枪，会不会？会不会？啊，我去台湾会不会中枪？中手，我怕现在，我现在怕去台湾，别变中枪，我 OK， 不过你们不要弹我的喇叭。你的枪不要对准我的喇叭，因为我还有用，我现在我还有用。以前1个礼拜我用3次、4次，现在他妈的3、4个礼拜没有用1次。赶紧的，来摸奶巷，喵心摸奶巷只是在说巷子很小，2个人要过会很挤，可能会碰到你跟女生擦肩而过。我跟你讲。这种人叫做台湾人，我来干你那种摸鸟巷的人，你台湾人，你干
干你！这种人我就学了。我这种阿伯虽然脾气坏，但是我的后山有漫嘎广进堂的人哦，你不要开玩笑，林北。每年过年我有去的，你拿嘛，然后林北拿枪射你的懒趴，我跟你讲，林北拿刀砍你的懒趴。这那一位摸鸟像，这一位就是这里，跟大家解释啊，为什么叫摸奶像？因为那个像很窄，很窄。你要过去的时候，如果2个人要过去的时候，更会碰到女孩子的奶奶，叫做摸奶像，明白吗？明白吗？老师在讲，你们有没有在听？看你娘啊！我来摸奶像，摸鸟像，摸鸡啊，摸妈的内裤缝几针要看内裤啊！拿给你们看内裤啊，鸡巴啊！要看内裤，有没有做直播做到看内裤啊？今天没有人买月饼啊，看你内裤来看啊。问你们内裤多少钱？你要不要问里面的咕咕杯多少钱？妈的，唱小悲咒，妈的，鸟毛，干你娘！妈，台湾人啊，台湾人真的很热情。你去摸奶像，你都会把你的衣服脱掉让你摸，真的吗？林梦涵，你的名字有一个涵嘞，你可以涵吗？阿涵，来涵呐，阿涵。来韩呐，妈的，对不对？很热情，我在台湾很热情，但是我被人家捉弄，我不喜欢啊，我没有卖到，哎呦，看了网上了，王雷相，马来西亚有没有？八卦有没有？问一下马来西亚人，有没有下单？几时卖月饼？干你呐！我现在不是在卖月饼啊，他妈的！我现在不是在卖月饼，你夸的贵啊，这个不是月饼啊。看你那今天没有生意啊，鸡掰破啊！月饼卖多少？马币70块，新加坡46块，不甲无辣料，无生意，无辣料，妈的才卖40盒，呸！你那大哥讲话很搞笑，台湾人很热情，很爱玩，这个谁？什么名？大哥很爱玩，陈怡君，他们爱玩，不要捉弄我。改天林北去台湾，我去到彰化，我坐那个计程车，问问大哥要去哪里？我要去彰化的摸奶像，是不是会被人家打？他以为我是 gay 嘞。如果我叫计程车的人啊，我说大叔，我要去摸彰化的摸鸟像，我是不是被人家打？这种暗号打出去就是 gay 了。摸鸟有没有？摸鸟有没有？摸鸟的就是 gay 来的，妈的不要！我知道台湾人热情，但是你看这个20多千人，全部有24千人来捉弄我。林北是直播天王嘞。林北在新加坡3个礼拜，新车林北卖了7辆，脚踏车1辆新币1299，林北卖了35辆。今天月饼46块，他妈的卖40盒，干啊！突然呐！我爱捐月饼，罗子不要啦，你捐很多东西了，真的。我虽然今天没有生意 ，OK 啦，也是跟人家聊一下，我是 OK 的，没有，我还是有收入，不用替我担心，罗子，真的谢谢你。你看，还有这么有心的人，以为我今天没有生意，要跟我买了捐出去，罗子千万不要，因为月饼不可以送，不可以捐出去，因为很多老人家他们不适合吃月饼，我讲的真的。你改天再送，有能接受我就接受，能送给大家。连这个鸡肉有掺过油没有哈拉的，我们也不能送。所以真的，罗子真的谢谢你，功德无量，好人一生平安。林北今天超时了，林北还想跟你们热耶，摸鸟像，摸奶像，摸鸡巴也摸。还有呢？还有什么？没有了，林北月饼没有生意了，今天。马来西亚018-218-2727，76块，整盒76块月饼送给人家是舒舒服服、大方又好看。Moonlight 出品的，跟麦一哥一起，今年2个合并要攻入马来西亚，希望全马大家帮我们支持一下好不好？1盒马币70块，
槟城跟结逼10块邮费，外州全部20块，还有那个东马是20块一盒，2盒是30块，3盒是40块，新加坡46块一盒包送货，46盒包送货。你要猫山王这样2个，再送你一个绿茶，再送你一个绿茶，98块。你要买2盒，我就送你1盒绿茶，也是一样，好不好？帮我支持一下，斗龙，今天没有生意啊，要陪聊天，林北跟你 Kelvin C， 甜的月饼我不要，有咸的或酸的月饼吗？酸的月饼，操 ！Kelvin C， 妈的，自己消音啊，对不起。妈的，气个烂趴头，妈的，雷哥加油加油，可以买就好。对了，谢谢你啊，陈艺文、林美燕说讲真的很老人家，对啦，我不要骗人的，有人做生意可以，真的老人家月饼不要吃太多。我做生意，你要跟我买送给老人家，他要捐出去的。那个林美燕有一个骡子新加坡人，他很有心。他每次捐10套8套，我买了叫我拿给那些老人家。但是今天他要电子门9号，电子门9号，我们要骗你的有9号，我有卖电子门。槟城有包邮吗？10块钱，就是80块一盒，拜托。好，槟城的朋友，我今天你也是买，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跟别人买就是不要跟我买。今晚没有卖电子门，9号，9月9号。吃你的月饼会自嗨吗？会啦，看你那你自己吃自己论咯，不是嗨咯。他妈的，他问我这种白痴的人也有，他问吃我的月饼会不会自嗨？可以啦，你一面吃一面自己追哦，追啊，这样不是自己嗨咯？他妈你真的是手嗨嘞，妈的！还有什么？问什么鬼 ？Order 的 chicken that 啊，这个对。八卦3包，我不知道50套而已，这样50套而已，38块是皮干捞晒。我跟你讲，你有看过外面是不是18块9？我没有讲骗话啦，我没有讲骗话，18块9，今天3包了54块才卖38块。讨给爱瑞卖的米小庄哦，我们的当雷金啊，当雷金明天生日啊，跟米小庄这个礼拜生日，王雷就唱这边唱歌给你听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米小庄以及单雷庆，祝你生日快乐，年都有今朝，身体最重要，要健康，要顺利，越来要漂亮。呢，可你爱大有大，爱水有水，可你嗨，好不好？祝你生日快乐！猫山王的58块一盒，猫山王的58块跟黑金啊，3粒黑金，3粒猫山王啊，不是整盒猫山王啊，有2种啊，来58块2盒送1盒绿茶，因为我一定要送绿茶，来这个绿茶有没有？来，我不骗人了，为什么我要放在这边？它的绿茶你看啊，这种茶叶你看碎料，你看啊。我不要，我这个没有卖的，我要买 organic 的，我跟你讲 organic 的，你看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我为什么这个我没有卖的，我没有卖，我是送的，我的本钱来很贵，你看啊，给大家看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本来是这样小粒的，还没有放下去水，是不是这样小粒的啊？我正了，你看到了叶，这样大，来有没有？整瓶都这样大。来，整瓶都这样大啊！你看啊，来，整瓶啊，你看啊，没有骗人的啊，没有骗人啊。所以为什么我要配？全新加坡目前只有我卖月饼送茶。林北跟你讲，基诺好久不见了，有没有？我要为大家好，这个 organic 的啊 ，organic 的啊。有机的，有机的啊，可以冲2次啊。喝完了你要唱多1次才可以啊，因为你全新加坡只有我也卖月饼送茶，
人家送那个送那个送那个送有什么用？来，台湾朋友，这有什么？所以非常谢谢大家啦！哇，一个多小时了，哇，很久了。明天有什么？明天唱歌节目，明天我跟刘玲玲8点。哇，明天台湾朋友，我没有卖没有卖鱼了，没有卖什么没有。明天我有主持晚会，但是有直播你们可以来看啊。你没有看过我直播在主持晚会，林北就表演给你看。林北是唱歌，林北是第一个啊，在马来西亚开个人演唱会，云顶。真的，林北第一个在新加坡第一个艺人在云顶高原开个人演唱会。我也是第一个新加坡电影进入马来西亚票房最高的，就是我吓到笑。你们看那个当兵啊，有没有？有没有？拿 off 拿，对不对？对不对？啊，那个票房我创了最高。我也是在新加坡创了 No.1 第一个，唱了歌、表演的歌，下了台下被人家打到进医院的，也是我第一个。我也是第一个唱歌唱到没有报税，被捉去关2天的，也是林北。拜托大家啦，来把关也好，把关这个是50套而已啊，50套而已啊。这个我王雷的最好是支持我啦。这个46块了，是不是希望你们支持我啦，好不好？46块而已。刚才收到风声40盒而已，整个没有心情了，好不好？拜托你们帮我啊，帮我啊，好不好？83790088，83790088，我你大家兴旺发啦！台湾的朋友、中国的朋友，谢谢你们啦，谢谢你们的捧场。明天我7点半有歌台节目，歌台唱歌庙会的，明天有晚会啊。今天没有人买，没有办法，照做了。有的人可能太早，他们不要买。不用紧啦，给大家知道就好。帮我下单啊！帮我下单啊 ！OK 啊！83790088，你们进去看啦，进去看不用钱的。谢谢大家，祝大家事事都如意，发大财，我哋发啦！台湾的朋友，拜拜！马来西亚朋友，10号见，10号到18号我都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朋友更要感谢你。有新加坡朋友才有今天的鳗鱼哥，谢谢，拜拜。